大家好，那我是台中吴奇同总医院的急诊部主任魏志伟。魏医师为了让大众更认识急诊或相关医学常识，上遍各大节目、演讲，甚至出书来宣传。因为我们哈姆立克法又叫做腹部压脊法，对对，肚脐上缘我们大概是一个拳头的大小，我们一定要让它是可以靠着你的，然后你再抱住它，然后往后往上的力道。又往后又往上，对，所以是有点这样掏的一个没错，状态。没错。想跟大家说，急诊室为什么病人会多？最主要还是因为我们台湾制度的关系，因为我们不是24小时你都能够找到医师能够帮你处理你所有的问题。你今天如果是发生在假日夜间，你可能还是需要到急诊来，由我们来帮你做一些处置。急诊就是一个24小时，只要大家有需要我们，你有医疗的需求，大家只要想到我们其实都可以帮你们这样。这次挑战红人榜带来急诊的甘苦谈，重要的是要替医护人员发声。但是我也有自己打一些强心针，就是我需要给自己一点勇气，就像我遇到病人需要急救的时候，我会勇敢站出来一样。那这次有机会能够帮我们的医疗发声，我应该提起勇气，接受这一次的挑战。光线渐渐照入无开灯的窗，空空的酒杯装着满满的相思。你的形影虽然离开，但是我的心内犹原拢是你。想你三暝三日，对头甲尾甲你想一摆，明知影无彩工，风吹草动嘛心叮当。想你三暝三日，一点一滴安怎放袂记？予你带走的我的灵魂，只有时随风乱飞。想你三暝三日，对头甲尾甲你想一摆，明知影无彩工。风吹草动嘛心叮当，想你三暝三日，一点一滴安怎放袂记？予你带走的我的灵魂，只有时随风乱飞。谢谢魏志伟。好，马上请建伟老师来为我们做讲评。我们先讲志伟，这个我觉得整个歌听下来，其实可以感觉到你从中可以释放一些你生活上的压力。然后虽然可以听得出来有一些技巧上的东西不是很好，可是整体感觉上是很舒服的。我觉得就是支持你多唱，你们辛苦了，谢谢老师。接下来我们请阿德老师为我们做讲评。志伟啊，志伟，我觉得你刚才听你讲的那些你在工作上的一些画面啊，然后到你唱歌的时候，我突然觉得你像个蜘蛛人一样，就咻咻咻到处去救人，连来参加比赛也是咻一下子一点，就讲了那么多的故事以后，立刻要进入唱歌的情绪。但是你在唱歌的时候，我突然有一种感觉，哇，就是你在你的内心啊，跟你语言表达出来那种在急诊室那种力求镇定的感觉，其实落差很大。就其实你是非常随着那个情境里面，就是一直在波动的。
这个是在你在唱歌的时候是非常明显。尤其你今天选了这个沙美沙莉的哦，就更可以用你这种方式来唱歌。你想说一个人等一个人沙美沙莉的时候，等到精疲力竭的时候，然后唱这个歌，然后情意满满的表达，我觉得很赞。